9月30日，日本议会举行维吾尔种族灭绝作证会，由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幸存者和维吾尔人权组织领导在会议作证，并寻求日本立法者的支持。这次会议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恰逢日中建交50周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库奈沙、执行委员会主席欧梅尔·卡纳特、中国集中营受害者卡尔别诺尔·西迪克、日本政府官员、议员、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作证会。网络安全研究人员的长期调查揭露了针对中国受压迫维吾尔族社区的网络间谍活动。近年来，黑客一直在诱捕和监控智能手机，为全球政府和企业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 Checkpoint 软件技术公司的网络研究人员于9月22日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详细介绍了针对给穆斯林社区的7年多来的黑客攻击活动，给组织远非普通的网络钓鱼活动，而是使用来自穆斯林宗教的元素来欺骗受害者。当目标用户打开附件时，他会安装恶意软件来监控他们智能手机上的活动。据报道，当地时间1日上午，日本防卫香槟田径已在美国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参加了与美国、澳大利亚的3国防长会谈。考虑到中国霸权主义行动，3人就协调安全战略以维持国际秩序达成一致。据俄罗斯卫星社10月2日报道，俄罗斯邦选法院网站刊登的裁决称，俄罗斯选法法院认定关于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4个地区纳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符合俄罗斯联邦选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个地区的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以上4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印尼东瓜瓦省马郎市周六晚上举行的一场足球赛发生暴动，并演变成赛踏事件，死亡人数已增至174人，包括2名警员和数名儿童，另有323人受伤。东瓜瓦省警长星期天向媒体解释事发经过时说，警方为了控制场面发射催泪弹，却引起人民恐慌。混乱中，球迷争相跑出体育馆，其中一个出口发生踩踏事故，造成多人伤亡。